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台湾的边境伫今仔日解封，入境改做0+7，唔免隔离。桃园机场伫昨暗就开始准备开始传，互机场的运作会当恢复应过的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今仔日透早，嘛去桃园机场巡视，看动线的安排，嘛有调整一寡细节。那昨暗上早上尾一帮落飞轮机的旅客了后，桃园机场的工作人员嘛甲穿2年外的隔离衫拢脱落来啊。12上最后一个入境旅客离开，桃机人员开始各项防疫设施清除作业。边境13开始解封，入境改组0+7免隔离，桃园机场运作恢复，动员数百人移除相关防疫设施，检疫人员也脱穿将近1000件的隔离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12半暝去桃机巡视边境解封准备的状况，因为动线安排无什么问题。一直在讨论那什么地点来发快筛比较适合？那整个动线我们也都有做过一点调整所以今天再来看一下。那我想在动线的安排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们再整理一下。王必胜表示，快太早的时候抗疫入境走道影响闭关，要较注意。13饭店开始，桃机调整相关防疫措施，取消防疫健康边境审查，铁度分流动线甲指标，开放营业经等。柜台恢复疫情进前的营业时间，便利商店甲素食业者恢复24小时营业。不过传出部分航空公司对机组员检疫规定，甲指挥中心有落差。王必胜表示，员工有意见，应甲公司反映，也应甲指挥中心来讨论。只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个指引。那至于说个别的企业，那他们要再加强一点管理或者是什么，那只要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就有企业去自主了。另外，即摆开始，旅客应坐机捷、客运巴士、计程车等进出机场，白班计程车恢复跳表算钱。各道客运机场路线班次增加7倍，高铁也推出7折优惠券，予外籍旅客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那开放国门了后，头一批入境咱台湾唔免隔离的旅客是对泰国飞来台湾的2个旅游团，计共有45个人。交通部观光局特别去接机，嘛送因判手。在泰国来观光客讲，因正介意台湾，所以一解封就随参加头一团坐飞轮机来台湾佚佗。为泰国来45位旅客，12暗时坐台湾虎航，伫饭店16分飞到桃园机场。迎宾人员为每一个旅客拢挂汇款，热烈欢迎国境解封的第一个首发团员。已经来台湾25摆泰国网络红人齐恰拉，因为疫情已经特别3年无来台湾，伊特别打扮做漫画美少年战士的造型。伊讲家己真欢喜过来台湾。已经思念台湾的一切。我很喜欢台湾，我很喜欢台湾菜、台湾文化，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上飞轮机进前，边检 PCR 伫机场也摕到4支快筛，这伫设计公司做业务总监的旅客感觉是真方便。Everything has been provided, all the test kit. So I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very warm welcome at the airport. 台湾的美食也予首发团旅客流嘴烂，32岁麦克讲，伊要去食咸火锅。I want to try mala hot pot. Yeah, it is my first thing that I will do in Taiwan. I miss it so much. 观光局统计，今仔日也有为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团体，总共10团244人要来台湾。有估到10月底进前，至少有230团3630位旅客要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弱，也毋过透早的时，各地也是感觉较寒。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是18度之。今仔日正方面的东北部同款熬落雨，咱来看分图。受东北风的影响，正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阵雨，其中东北部雨脉较粗，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温度的方面，日时北部高温有略略回升，大约是25度至28度。那中南部是32度，也毋过早暗的温差较大。到拜五之前，拢是这款天气。
那拜六开始受南平低压分系影响，雨水会阁变较高，到后礼拜一，中南部拢有可能会落雨。来关心金管会是宣布加重限空令，严格昨昏开盘嘛是落，盘中甚至杀到剩无13点，台积电剩无400块，台积电上价是落到395块半，昨昏收盘是收伫13081点，13点勉强有收掉咧。那今仔日伫拄则开盘，同款是有小可回升。台股拜二大落596.25点，收盘是近2年来新低点。金管会阁宣布扩大限空令幅度，昨日开始，盘中证券卖出的限额由20%缩小到10%。上市甲上柜有价证券的保证金成数也对100%再救援到102%。有立委质疑将北长头方式的做法，敢会使来救股市呢？这个剥洋葱式的这种策略，能够救股市吗？我认为至少释放出在不同阶段政府关心股市的一个态度。你认为能够用多久？其实现在这个整个负面的情绪蔓延，还真的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黄天波表示，台股这段时间受到联准会升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加重，加上年假期间美国汇盘指数修正，科技股比当大的台股在一收盘盘真深，强调市场管理做法是两面刀。不过台股有基本面，也对台股保持信心。不过昨日大盘依然是开价行价，指数一度落破13000点，落115点，上价来到12991点。宽达股员工拢钱顺顺，尤其是13特别召开法说会的台积电，毋若拔破400块，更加油价大盘表现，上价拔到395块半，创下27个月来新低。总计最近2天期待就减少超过1.1兆。大盘指数中场落24.79点，收在13081.24点，13000点加在有收掉咧，成交金额1815.56亿。目前国际的一个趋势还是向下，那这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这一些这个救市的一个政策必然是大打折扣。那美股只要不止跌，外资就持续对台股提款。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公布上新的季报，下修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国发会主委景明新在记者例会议表示，台湾情况甲全世界来比较是较乐观，这种预估今年 GDP 成长率可望超过3.3%。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台海局势有较紧张，也毋过咱台湾有半导体产业，这是咱的优势，嘛是咱的靠山。国际上嘛正要紧台湾的半导体。经济部长王美花伫咧接受美国智库邀请发表演讲的时，伊是强调，咱台湾半导体地位，全世界其他国家无在条取代。台湾安全，全世界的供应链才会安全。mau向中国化话化声，爱中国三思。另外，顶一日彭博社有报讲，美国的国安会要想过讲台海军工商战，会撤走台积电的工程师，保护因离开台湾，方解释讲是咧救人才，放杀台湾。那国安局长陈明通昨是表示，国安局并无收到这款证据。Another way, so if Taiwan is saf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will also be secure. 在演说中，呼吁爱重视台湾的安全。经济部长王美花率团访问美国，要为头一摆伫美国举办的台湾形象展来献幕。昨日先受邀请伫华府智库 CSIS 来发表公开演说，对经济层面讲到台湾为安怎重要。王美花讲，台湾经济大港全球市占率达到62.9%，那台湾制造比中端，恐惊冲击全球经济。This demonstrates why Taiwan is so important. By interfering or disrupting Taiwan, China itself will also be greatly impacted. 王美花指出，若中国想要变更加强，那安尼侵犯台湾进程应该三思。而台湾半导体供应链非常完整，要复制也是取代也真困难。最近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半导体尤其是台积电受到国际关心注意。彭博社进行报道，美国国安会把兵推两方若开战，会协助撤离包含台积电工程师，并且会甲现有厂房甲机构来销毁。不过，国安局长陈明通讲，情报资料显示，美方无这个规划。就我们情资的来源们，美方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岸如果即使占有这个台积电，这个金鸡母也生不出金鸡蛋的啦。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表示，台海冲突并其推演无比方特殊代志定工定数的象征，并且强调国家爱靠家己来防卫，任何动乱拢会影响到经济甲人民的生活，所以讲一定爱避免战争的爆发，国军拢伫克制。记者慈宏报道。甲乡亲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高端易风车去年7月19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8月23开始注射。卫福部核准这个专案的时有要求高端一档内爱送国内外易风车保护效益的报告。卫福部长史瑞元是表示，石油署伫7月份的时已经收到报告啊，也毋过嘛有要求高端爱个补资料，月底爱完成补件，若无就会废止 EUA。来看自由时报。台商老维护和一寡媒体讲是有中资大王，伊嘛成立中国丁军堂集团，佮讲以首创培养法，而且佮结合家庭富农这专案，涉嫌向上百的投资人骗20多亿。检方伫昨昏指挥调查局分10路去敲，嘛有约谈14个人，其中有3个人因为确诊无到位，另外11个人是依照违反银行法透明新闻。来看联合报，美国太空总署已经宣布，顶个月安排用太空船去弄小行星，有成功改变这个小行星的路线甲轨道。这项任务开3.3亿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105亿。经过7档的研究，是史上头一届。咱继续就来看这项历史上的头一届。这个太空任务是美国 NASA 伫9月底时做实验，发射飞行器去弄小行星。经过观察，即嘛成功啊！这嘛是咱人类的头一届，成功改变小行星的路线。NASA 是希望讲未来，总讲真正有行星要去弄到地球的时，就当用这个方法替地球消灾解厄。Good afternoon. 美国航太总署 NASA 伫11宣布9月2日，隔离地球超过1万公里外的小行星迪莫福斯对弄，简称 DART 的双小行星轨道测试飞行器，成功将迪莫福斯弄离开家己的轨道。这是咱人头一届改变天星的路线。7 million miles from Earth, and it came in at 14,000 miles an hour, and it was a bullseye. Now, this is a watershed moment for planetary defense and a watershed moment for humanity. 小行星迪莫福斯直径差不多160公尺，挖要一座埃及金字塔的大小。所以另外一条较大条的小行星迪莫斯 ，NASA 伫9月2日，互差不多一个冰箱大的飞行器 DART 主动弄迪莫福斯，佮将迪莫福斯塞入去细迪莫斯的另外一个较细、较紧的轨道。这个任务成功了后，有助咱人伫未来降低行星也是天石弄地球这种灾难的发生。And it just gave it a small nudge. But if you wanted to do this in the future, potentially, it could potentially work, but you'd want to do it years in advance. 这个主动对弄小行星的计划用7年的时间研究，超过台币105亿。DART 飞行器2021年11月份发射进入太空了后，大部分的时间由地面控制，最后阶段则交由自动导航系统。这个测试当中，2粒小行星甲测试器本身拢无对地面构成任何威胁。迪莫福斯顶级的小行星就算弄到地球，也未造成全球性的大灾难，啊，不过也是会毁掉一座大城市。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看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65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2405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超过690万例，日本超过2100万例，韩国超过2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800万例，印度是4400万例，法国3600万例，那英国是2300万例。继续关心波兰石油讲线营运商12个时是发现讲小接俄罗斯甲德国的油管，伫波兰的境内有一个所在断得漏油。德国表示是漏无济，那波兰即马断得调查讲为怎样会破空。波兰中部村头咱亚居民闻到汽油味，德鲁斯巴油管就带伫个村火村头的田的下边，将石油为俄罗斯送到欧洲。
目前，油港路游范围的乌色油车已经伫田内底拖开，消防车甲应变小组赶到现場。当局表示，修复应该袂用伤过侪时間。Пески секавы, я вышел мне. Но то было чудо, на медиам же все стало, бо видим же то. 这个表示，接受的油量减少，按过供应量也阁上少，希望波兰赶紧提供漏油原因甲修理的进度。华沙表示，漏油可能是事故造成，毋是故意破坏，已经在调查。Nie można pochopnie wyciągać wniosków z każdej awarii. Nie wiemy dokładnie, kto stoi za awarią, czy jest to rzecz przypadku, czy jest to rzeczywiście akt sabotażu. Wskazuje od razu na Kreml, ale chcemy być bardzo odpowiedzialni i dopiero wtedy potwierdzamy przypuszczenia. 这条穿过波兰境内被叫做友谊油港是世界上上大的石油管道之一，向德国、波兰、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供应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表示，油源继续向波兰供油。自顶个月，俄罗斯所向欧洲波罗的海北溪1号甲2号天然气管线发生漏气事件了后，欧洲对相关人员基础设施安全问题拢提高警觉，西方甲俄罗斯拢指向故意破坏。公司新闻恩文林朋友。来关心突尼西亚，因为钱变薄、物价起，民众惊后摆会买袂起，才开始咧小济抢买民生物资，买转来囤。物价愈抢市，即马继续就起愈悬，嘛将做一款恶性的循环。当地民众为着要买糖、买油，拢爱排几落点钟，佮定定因为买无，甲买甲原价相拍。可能10个人企伫超市门口等店员来开门，真无简单才入去，也毋过货架顶面的物件已经全部济咯。الماكله ما تنجمش تبطلها ولدي، تنجم تستغنى على ثيت، تستغنى على بني، تستغنى ولدي على حاجه يعني ماهيش يعني ما لازم، اما الماكله ولدي حاجه لازم، والمناسبات نتاعنا هذه ما نجموش مهما كانت صفتنا. 北非国家突尼西亚通货膨胀甲食物欠缺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糖、食物油、甲米，甚至是罐装水，其实拢爱排几若点钟才买会到。有一寡人为着要抢买这食品，有当时拢会拍起来，就算抢到啊，这个计数也是贵甲真惊人。وفر لي زيت وفر لي سكر وفر لي سميد ولا 17 دينار هاي 17 دينار والخمس لترات ولا 49 دينار اختي ما تاكلش الرز، الرز مقطوع، شريت لها زيت ب7000 ها في بعض الرز فانسي ولا واقع. 突尼西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9.1%，是30年来上最，食品又过贵又过无货，民怨是愈积愈多，不时出现一寡抗议甲冲突。进前刚发生一个卖水果的人，互警察没收起来了后自杀的事件，互当地人联想到2019年上款有一个卖物件的人，互官员取缔体了后引火自杀，造成贸易火革命的历史。不过突尼西亚政府认为，通货膨胀起因不少生理人差价销甲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粮食欠缺，经济学者是指出，政府财政一直有问题，无在调来支付糖米粉这进口原物料采买费用，才加重这通货膨胀。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通货膨胀严重，有一寡国家有老百姓已经连过不到拢出问题。亲像中东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有济伊讲，因的薪水本来就无悬，即马食食佫变贵，日子佫较歹过。所以即马伫首都杜拜就出现一款机器，毋免落钱就当领胖来食。啊，若伫欧洲的意大利，嘛有爱心的灶卡传免钱食食，互有需要的人。关上天的大楼。各种好野人伫大个饭店，讲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杜拜，大家想到的拢是这真气派的物件。但是无讲你毋知，其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000万的人口当中，有将近9成是外国人，其中真侪拢是印度、巴基斯坦，也是非洲的外来劳工。最近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物价飙悬，这原本就趁无啥物钱的外来劳工，生活更较艰苦，定定厝势富了，就无够钱通食饭啊。最近伫杜拜的超市内面有出现这种机器，外形看起来甲一般的自动贩卖机差不多。无共款的是，这台机器毋免落钱，只要伫荧幕轻轻试一下，选择你要爱的胖，经过80秒钟加热了后，就会当食到小小胖胖的胖。原来这是当地一个慈善团体提供的，互一寡散车人免费食着胖，袂去摇着腹肚。目前伫杜拜有10台这种机器，因为反应真好，未来会搁伫其他所在设搁较侪这种机器。若是中东、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形嘛是非常严重。参像意大利，虽然是欧盟第3大经济体，但是意大利南部地区长期以来失业率真悬，
伫拿坡里附近的城镇萨莱诺，一个天主教经营的慈善厨房，每天早起拢会准备140份食食，提供给当地需要的民众。No, io una pensione minima, quindi paga affitto, paga luce, rimanga senza soldi, non posso mangiare, questa è la situazione. 慈善厨房的负责人讲，过去这几个月来使用慈善厨房的人数，已经是过去的2倍，甚至是3倍。若是佫继续安尼落去，伊唔知影有法度佫冻偌久来应付大家需要。另外，伫英国的城镇沃灵顿，嘛有食物银行的服务，同款有愈来愈侪的民众是爱靠这别人管的食物来度3顿。I am just about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Most people I know are below it. 食物银行的负责人 David 讲，虽然英国新就任的内阁提出一寡救经济的措施，但是根本都无符合善车人真正的需要。伊希望官员会当亲身来食物银行看卖，就知影民众生活艰苦的情形有多严重。记者甘延恁编译。那以色列和黎巴嫩对立冲突是超过70冬，主要是因为咧烧钱地中海真侪天然气的资源。最近透过美国协调，两个国家将无简单达成协议，同意甲天然气分配好势。以色列总理拉皮德透过推文宣布，甲黎巴嫩达成历史性协议，解决长期以来海上领土争端。拉皮德也强调，协议会当强化以色列的国安，刺激经济，并且加速天然气的输出。希望会当甲国际能源继续压力，同时解决欧洲欠天然气的情形。代表谈判的黎巴嫩国会副议长布萨博将协议提交予总统奥恩。奥恩讲会赶紧正式宣布，这项协议由美国伫咧中协调，并且提出草案。根据媒体所掌握的消息，以色列拥有卡里什油田的控制权，也拿卡纳天然气油田的开采权是归黎巴嫩。以色列是享有比例收益。布萨博讲，双方对修改了的协议拢真满意。اليوم صارت بعهدة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فينا نقول نحن خلص دورنا。这项协议和黎巴嫩甲以色列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袖讲话是淡薄威胁的讲，在总统签署过关进前，黎巴嫩永远会维持境界，不准以色列先开采。نحن كلبنانيين كشعب لبناني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ننتظر إعلان الموقف الرسمي من فخامة الرئيس。以色列国内也有无同的声音，有民众认为拉皮德是为着11个选举要赶紧有政绩，同时要让美国甲国际社会欢喜。Amateur prime minister who doesn't know anything. That's what I think. All of a sudden, just to promote himself. What I understand that the agreement is bad for Israel. Nasrallah pressure on Prime Minister Lapid. 协议将会依照顺序送交予拉皮德的安全内阁，所期送交国会审议，应该会当伫咧3礼拜内顺利过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北韩的媒体曝光，北韩阁射2粒长程的飞弹，会当攻击2000公里外的目标。这是北韩18天来第8届射飞弹。报道内底嘛写讲，金正恩有专程监督。来关心联合国的大会，以143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通过决议，来谴责俄罗斯非法去吞乌克兰的领土。其中，俄罗斯、白罗斯和北韩是投反对票，那中国是投弃权票。来关心德国的媒体，即马有曝光台积电有暗算要去伫德国设厂，暗算伫这个月就会派团去考察。也毋过台积电无愿意证实，讲目前并无具体决定。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厝价悬，加上钱变薄物价起，即马要买厝是爱开更早一时间，才有法度欠着钱。根据统计，买厝的年岁嘛，对10当前的30岁至35岁，即马爱延后到35岁至40岁。另外，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今年1月份至8月份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4000，这是比去年有加较悬。啊，毋过总共甲物价起算入去，收入颠倒是求水的。那这边我们格局是3房2厅2卫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电梯3房格局。想要买一间家己的厝是真侪少年人的梦想，不过受到厝价持续压悬，通货膨胀甲物价影响，地主头一届买厝的年岁是愈来愈大。我真的蛮吃力的，除非靠我爸妈，存钱就没有很容易啊，然后物价又很贵。台湾的薪资并没有很
很跟着一个物价水准这样上涨，所以说现在年轻人是买不起房子的。根据联电中心的统计，3年前规年的房贷有155700件，以30到35岁族群为主。到2021年，规年申请房贷数量毋但增加到超过184800件，头一届买厝的年岁嘛增加5岁。房仲业者分析，头一届买厝的年岁会愈来愈大，除了甲厝价悬有关系，甲薪水嘛有真大的关联。租界总处公布1月到8月全体房车的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4311块，虽然年增率是3.08%，不过排除物价因素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颠倒是年减0.02%，呈现负成长。房仲业者表示，头一届买厝的人想要等甲厝价落价才来买，以目前房市来看，恐惊是有困难。如果有个案型的一些财务压力的屋主或者是建商，有可能会稍微便宜卖，但它都不会是一个整体区域的下修状况。虽然今年中央银行已经起2码0.5%，房贷利率上价是1.81%，创下2016年以来的新高。头一届要买厝压力是真大，不过市场也是有买厝的需求。专家预估，建材成本悬、欠工的问题严重，今年第4季厝价落价机会恐惊也是无大。不过，若是继续起利息，估计明年顶半年台北市的2地区厝价有机会会降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是批评中央阻挡大巨蛋审查，审1冬半拢无消保释，这是引起内政部不满。内政部处长华敬群是认为讲，害大巨蛋无法度启用的是台北市政府，是台北市政府对不起台北市民。两名针对这个议题的对峙。中央甲地方对大巨蛋又阁有争议，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中央阻碍，讲合作伊要动力有啥物办法，引起内政部处长华敬群的不满做回应。台北市政府伫必然之战的认定反起反倒，白烟检测远洋公司一直无愿意根据国家标准提报，到顶个月才肯配合。台北市政府面对大巨蛋的议题，这种讲法对不起台北市民。大巨蛋的议题其实不要再，我想柯市长。没有道理再把它推给中央拿，其实过程都很清楚，那都是往往是远雄公司那边耽误了很多，那市政府又没有积极的去催促嘛。花敬群次长呢，他在脸书上的发文可以说真的是荒腔走板，包含了他说呢很多的部分。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事实上，台北市政府在监督远雄大巨蛋的很多条件呢，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台北市政府强调，排烟审查确实是严重延误，因为委员会要求比国家标准更较严格的标准，像讲烟控性能现场试验零检度部分，委员提出火灾发生的时阵，要保持10公尺零检度要求，完全超过国家标准规格。国家标准呢，巨蛋来讲，并不适用于一般法规啦。在每次审查当中，委员会有很多意见的家属，我没有说这个言论是不是不对的，只是说当时会衍生出很多的讨论。台北市政府嘛证实，防火必然性能已经大概通过内政部的审查，目前大巨蛋工程进度达到97%，预定明年1月当完工，并6月起营运，并争取以U23世界杯棒球赛做大巨蛋启用的开幕比赛。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资料，最近这几天，咱国人食电子烟的比例，逐年拢在增加。即马是有出现黑心的业者看准趋势，在对中国违法进口有尼古丁的电子烟油，假做乌油，未闪过审查。警方去一间徛街所在，手里的管仔看起来是汽机车底用的乌油，不过内底却是有尼古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假做是乌油的非法烟油，拢是一个细单的嫌犯为中国进口入来台湾的，了后佫分装做较细罐，假做是外国电子烟油的牌子，伫网络顶卖，不法所得有甲几百万。陈姓犯前从大陆进口含尼古丁成分电子烟油，并以大瓶车用机油桶装填装，再利用电子磅秤、封膜机、空瓶、宏伟标签纸分装成国外知名品牌。是电子烟油与网络贩售。警方表示，因为咱国民众有咧食电子烟的比例是愈来愈悬，尤其是主机的外观、烟油的口味甲牌子是真侪种，所以一个无天良的业者上准趋势，冒险违法，而且伫咧烟油内底掺会互人食到调咧的尼古丁。医师强调讲，长期食到尼古丁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电子烟油内底是有千多种的化学物质，对身体有真大的败害。
尼古丁本身它会让心跳增加、血压上升，长久下来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电子烟里面含的一些调味剂啊，比如说它一些香味啊，或者里面的内容物、化学物质，实际上已经被验出来有上千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在美国已经发现很多的肺炎，实际上是跟电子烟的吸食是有很大的关系，也会造成死亡。有尼古丁成分的薰油伫台湾是属于禁药。警方已药司法第82条输入禁药罪，还有第83条未禁药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无经过许可进口，会当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亿以下的罚金。明记知影是禁药，搁摕来卖，会当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破病，即马检查结果已经出来呀。已经排除是脑血管的病变，也是讲有去感染，验过感冒发炎，也是生瘤，还个爱检查。团伫10月份的时已经开始食药啊，是无副作用的。上紧伫后礼拜2就当甲大家见面。18岁大鸟熊团8月底到港内3间羊群，台北市立动物园邀集医疗顾问团分析团 MRI 加脑髓水的检验指数，排除脑血管病变加感染，毋过发炎也是脑部肿瘤，目前也无法度追踪。细菌培养、霉菌培养，或者是一些病原病毒的一个分离。最近流行的 COVID-19 的部分也做了一个筛检，那针对这部分所获得的一个结果，目前都是阴性的。肿瘤并无排除，考虑采样风险悬，也是无法度确定倒一种疾病造成的症头。兽医师指出，甲中国的大鸟熊基地联络确认，高年龄的大鸟熊落慢发生过羊群，毋过老的鸟熊较会发作，每一只的原因拢无共。不管是在于坏死性脑炎，或者是肿瘤这个部分有案例的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说它可以再就是还可以再活多久？团脑部病变的原因爱搁查，毋过惊万一，园方为这件代志搁检视破病时阵的紧急处理。若目前治疗方式是莫搁互发生羊群。10月初1开始，逐天5顿的头尾2顿，拢会抗羊群的药物。服用药物到现在观察以来，团的状况逐步恢复以往的水准，对药物的反应也很好。那这期间也做了血压用药的调整。动物园是讲8月31日最后发生过阳了后，到即马无搁发生好亲像阴性的症头，体重为113公斤，转来到116至118公斤，食甲活动拢甲较早同款。为了维持应该有的生活品质，上紧18就会转去电视场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乌面腊杯来咱台湾过冬，头一只伫今年9月初10中秋迄卡刀是飞到7股的保护区，后续佫飞来10多只，若前几日双十连假已经增加到468只。真侪人专工去看这阵老朋友，嘛咧找一只偏好 T85的乌面腊杯，因为这只捌因为受伤，咱甲治疗好也好，要飞来台湾2届，然后找到就是伊今年第3届飞来台湾过冬。乌白对比的乌面腊杯头伫咧水里找食物，看起来真无用。今年头一只来台过冬的乌面腊杯，伫咧9月初10来到咱台南7股的保护区了后，陆续过来10几只。双十连假期间，一下佫增加到468只。是因为这2天的那个北风吹已经南风你北风咧行，一寡迄面比如加速度拢来到咱台南。乌面腊杯陆续飞来台湾，按算伫咧10月16日进入保育季。今年较特别的是，要找过去治疗好势野放的11只乌面腊杯，其中编号 T85的乌面腊杯已经飞2届转来台湾，今年敢会阁飞第3届转来台湾是受到关注。去年11月的时阵伊第2届飞到咱台湾，是去迄个当时来救迄个黄永峰伫北门水晶教长家的发现着。今年我按说你这保育季内面，你迄个要寻找这个市长野放黑面琵鹭以外，其中的一只 T85，我们是第3年要找它。黑面琵鹭的保育，一方面见证了台湾的这个保育的实力，但另外一个方面也表示了台湾的民众的素质以及政府的决心。乌面腊杯来台过冬，超过90成的族群集中分布伫咧台南、嘉义、高雄、甲云林。2022年全球普查乌面腊杯的数量是继续在增加，总共记录到6162只乌面腊杯，这是比2021年佫加940只，显示保育有成效。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风上头，咱来看有台湾芳船之父名号的詹正峰，8月中的时，驶无引擎的芳船对高雄出发，一路往南，驶咱台湾一年。伫咧过程中，捌拄过飞弹的试射，嘛捌拄过风台。经过61天2个月，昨昏平安回去到高雄。海边的边仔迎接回航，芳船伫西亚湾外口准备太风势冲上花。有台湾芳船之父号称的詹正峰，82岁完成芳船的款待目标，12日下晡回来高雄西亚湾。我今天很高兴告诉大家，我完成了我愿望的。热爱芳船的詹正峰款待所有3只无动力的芳船，风帆全部伊家己添的。8月13对高雄西亚湾起航，伫后生甲航员陪同的一路向南。82岁的老父亲还能够跳，还能够玩船，我一定支持他。那我是启航，有跟他陪他到大鹏湾，那一段就非常开心了，也没讲什么话，但是就是我知道他很开心，那我就开心了。航员风帆有岸，航行过程爱因应沿海地形风向来操作，除了爱气候大日头、雷雨甲风影这些天气因素，万一设备故障，也伫海上紧急来应变。左右前的都坏掉了。那么现场各位也可以看到，我就是用绳子连接起来，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你既然走长途，我们不是在市区，随时有动机、有器材可以修整。原定29天的行程，因为拄到9飞机的飞弹试射甲风台这状况，被逼过2摆停航避险，最后以61天来完成。詹正峰感谢船友甲海巡一直相伴协助，互伊伫海上也体验到真高的人情味，也希望借由风帆款待，互民众看到海洋运动的发展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龙骨损伤、龙骨受伤的朋友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为着要让社会更加了解这些人所面对的困难，有社福团体是邀请朋友分享因生命故事，嘛招大家一人一句话，鼓励龙骨损伤的病人坐轮椅勇敢行出来。王子，你要移动啊！你不要原地不动啊！坐伫轮椅顶头拍羽毛球，对国手吴光秋来讲，是经过几啊冬的训练才累积起来的成果。12岁时，因为开刀伤到两骨的神经，从此以后，伊的人生拢爱甲轮椅绑做伙。不过，伊讲羽毛球互伊的人生有愿望。那我很开心，是我能够就是从兴趣到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竞技的选手，然后代表台湾能够去参加各个国际赛的赛事。我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其实很有能力，甚至比别人做得更好。根据这份社会福利基金会统计，台湾两个受伤的朋友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其中有72.1%的朋友原底是厝内主要的经济来源，受伤了后无法度继续做原本的工作，所以大部分拢是倚靠政府补助加民间团体的帮忙。这回因举办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记者会，就是希望社会会当加关心这些朋友。所以我们事实上很希望说，社会大众真的是了解脊椎损伤，因为了解，所以会给予更多的协助跟支持，也因为支持，所以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勇敢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的挑战。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邀请民众一人一句话，支持这两位受伤的朋友行出来，陪伴因伫12月初10迄一天，为台北市政府出发，用轮椅行出1公里的希望。记者麦尚英、陈宝罗台北报道。台南的东山国中这几天积极地推动儿童教育。今年伫侪侪单位协助之下，嘛伫学校内底有设实习生态烹场，请专业的烹农来教学生，互学生了解在地重要的饲烹产业。市农教育是愈来愈实行。台南东山国中伫学校内底设一个饲烹的烹场，目前已经开始运作。我们都知道，蜂蜜在东山在全国的产量算是相当大的比例。那我们希望学校的课程可以去结合到我们东山在地的地产，让学生对在地产生认同。东山国中请的讲师本身就是烹农，伊表示，东山国中的校地是真大，通运用的空间是真济，而且4棵位也有营养含奶汁的树仔，环境是真适合。
另外，伊嘛想要办一寡活动，互大家更加认捌这个产业。用伫东山国中这个场地，伫操场那边来办芳的一寡体验活动，啊，阮会加一寡烘焙，也是一寡加工的部分，含芳的元素夹做。东山国中的校长是讲，未来这个场地也会提供予全国有兴趣的学校、各有单位来利用。同时阵也会请旁农来交流，希望延续这个环境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水里的群溪国小和上安社区是做伙举办户外教学，带学生和社区关怀据点的时段，用走近的方式，哪行哪导览，嘛认捌在地。南投水里的群溪国小甲上安社区做伙办我爱乡土的校外教学。经过出桥、乌森林，然后做伙行入来上安社区，甲学习的地点对教室刷到外口，带时代囡仔世界拍走。毋但有运动着，嘛通对活动过程来了解家乡。呈现了咱这个老宝贝甲小朋友吼，这是人文历史故事，因为咱是会陶诗、赫伯、甲9·11地震，所以这些过程要让小朋友知道。很高兴今天跟社区来合作这一个校外教学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今天进耕国小的学习来到我们社区，好，那今天来到做一个99配合99体育日来做一个健走的活动。那健走活动之外呢，我们跟社区结合，善用社区的一个在地学习的资源。那总结，那带导览讲水里的老故事，互囡仔了解，时代嘛感觉像安尼出来行达真有意义。很好啊，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哈，大家小朋友做会啊呢，就好像是很3代同堂这样，这些老人家也能让他哈，好安尼行出来安尼，对，真有意义咯。我准备带阮这老人出来，头脑会较好，无拢会带住渐济。用爬山走近的方式，一步一步了解故乡的历史甲地理环境，然后社区的时代甲学生囡仔互相交流，有地方的参与感，嘛达成在地学习甲运动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去看沙地阿拉伯的女权，即马愈来愈受重视。附近人买当去运动去健身房，也毋过若是要跳更公舞，也是会互讲互叽叽嘟嘟。有一个资本咧练瑜伽的老师就讲，伊改练更公舞了后，受到真大压力，也毋过伊是坚持要练，希望会当拍破传统。看更讲，弯落去也是踢腿，这动作其实无简单，也考验身体柔软度甲肌耐力。原不伫教瑜伽的纳达，最近才爱上结合力甲美的更公舞的课程。إن البول غلط ما ينفع نتعلم لا هو مفيد لك وشيء أنت بتتعلمين فيه وبيفيدك وبتنبسطين وبتقوي لك جسمك。对纳达来讲，跳更公舞会使训练全身的肌肉，雕塑身材，伊也真享受这项运动。也不伫面孔真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更公舞却是一个禁忌，亲戚朋友更加无倒来认同。لما قلت لأهلي على طول قالوا لي لا أنا إيش البول لا زي ما نشوف بالموفيز زي ما نشوف بالأفلام مرة غلط. لما تعلمت صرت أرجع البيت شوفوا الفيديوز شوفوا كيف واو أقول لهم إني أنا أرفع نفسي مو سهل إنك تحطين يدك على البول وترفعين نفسك مو سهل. 纳达决心来改变大家对更公舞的印象，坚持继续锻炼。不过伊接受发生社访问时，无愿意讲全名，显示这社会压力依然是真大。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女性限制慢慢来放松，妇女将会使开车出去，用自由出国来旅行。另外，伫骹球甲高尔夫球运动的参与度也得到提升。不过，甲这个更公舞动作运动是拄则起步而已。正如沙特只有3间健身房有提供更公舞的课程。من سنتين احنا بدينا في كلاسات البول من افتتاح الجيم يمكن كان عندنا مشكله قله المدربات فاضطرينا نعمل اكثر من تريننج تدريب مدربين علشان يكون في عندنا مدربات نقدر نستفيد منهم。这位健身房业者讲，伊伫女性更公舞学员身上看到自信甲改变，伊相信这项运动会吸引更加侪女性来参与。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客互炮火崩甲密密麻麻，也毋过当地有一间饭店无因为战争关门，坚持继续做饭。就算是因为封锁爱行100多公里外，才有才调去买到米粉，这个头家嘛是无放弃。大家拢是利用暗时咧做饭，透早就赶紧送去前线，送互乌克兰的军队。甲一般的饭店无共款，这间伫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客的做饭的工厂，逐工暗时7点，大家才开始无营。
目前顿内刺客大部分的土地拢去由罗西亚军队占领，掌握伫乌克兰政府手内的所在，即马还阁有伫运作的做芳的工厂，敢若剩2间尔。工厂的头家讲，因为无甲输通用，因只好将火炉重新改装做古早时代用土炭来烧的火炉。但是工人一暗爱徛伫顾火炉12点钟，非常辛苦。毋但安尼，阁因为战争四界拢封锁，真歹买着面粉。伊是伫150公里以外的地区，才找到买有面粉的所在，运费增加袂少。虽然拄着真侪困难，但是伊嘛是坚持要继续做芳，一暝差不多做17500块芳。其中有一半以上拢是提供予乌克兰的军人食。另外，因为顿内刺客日时啊定定会互炮火攻击，居民敢若会当趁透早的时间出来一时啊买物件，所以这间做芳的工厂才会透暝尽量做较侪芳，赶会赴透早送出来。В наши ЗС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ейчас герои, они наше все. Но мы даем тоже большую, как бы, вносим большую лепту,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как бы. В так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идет бомбежка, идет это, а мы не боимся, мы печем хлеб,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роду надо хлеб, военным нашим, защитникам. 工厂总共有请6个司机，逐工冒着危险，开车将芳为工厂送到几啊间店面。对居民来讲，摕在手的这个芳，毋但是互因巴肚袂枵着，嘛是因每工生活中的一个期待甲愿望。记者甘美恁编译。物件还佫会食着单调、土制食面的议题，即马愈来愈受重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物件外包装拢有打有效期限这个标识，消费者看到过期就认为这个物件无安全，就甲单调。所以即马为着要改变民众这款观念，英国几间大型的连锁超市已经要取消这个标签。即马去传统市场买菜人愈来愈少。都市化程度较悬的所在，即马大家要去买生活用品时阵，拢走去大型的超市连锁店。真侪人买进前，拢会先看外包装顶头的有限日期，看是毋是有过期。I think it gives me a sens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line for the food, and so I'm more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with the food based on getting closer to that dat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hey have expiration dates, and I do look at them and use them. 真侪国家的这种卖场拢有标示日期，因讲问题就是标示的用具，特别是伫咧蔬菜水果加肉，譬如讲某一个期限进前是食产品的上好时间，过了期限可能味有较歹，因过也毋是讲袂使食。但是真侪消费者看到过期啊，就认为袂使食，就拢总甲伊单掉。There's sell by dates, there's expiration dates, there's best by dates.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at those things mean.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if it says sell by, best by, or expiration, you can't eat any of them. Well, it's not actually accurate. 伫咧英国，包括阿斯达、莫里森、维特罗斯等几多间连锁超市的业者，自2022年9月开始，就慢慢取消全部或者是部分生鲜食品的赏味期限标示。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避免伤过侪食物和消费者单调造成浪费。根据联合国有估显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食物比例到17%，真侪拢是一般家庭单调的。美国的食品业者也有这种统计研究指出，全美国每年单调的食物或者是食材内面有7%，相当是400万吨，是因为消费者唔知影日期标示的意义。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弱，日时的是北台湾的高温会略略回升，那中南部是早暗温差较大。另外，伫这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阵雨，其中东北部雨嘛较粗，那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是19度至28度。感谢
台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